讲有真侪人想要趁这个过年出国去游览，专家来提醒，上好搁等一下。这个医师林世辟伫面册来发文章来提醒，讲若是两剂疫苗注无到8成是无够的，这个出国也是有相对的风险。尤其是欧洲，这礼拜增加到190万例确诊的病例，比前一礼拜加出到7%。加上即摆搁进入冬天咯，搁是这个新冠病毒上界活跳的时阵。像咱国内最近一礼拜，嘛逐工拢境外传入的病例甲突破性的感染，所以想要出国，先过这个冬天才搁讲。冬天要到啊，想要看日本樱吹雪，想要赶紧订机票。有航空业者推出免钱飞去日本、韩国、澳门的行程，因为疫情较会，敢会使出国旅游，不过有医生讲要出国爱过等。我就说病毒在冷的空气之下，在冷的环境之下，它的生存力比较大。全世界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打完2剂，那大家就开放了，不用去隔离那么多了。至少可以避免你发生住院重症。前台大感染科医生林世辟嘛发文章讲，两剂疫苗注射率无8成是无够的。对照国际情势，这礼拜欧洲国家增加290万人确诊，比前一礼拜加7%和10%。另外，欧洲61个国家其中26个国家确诊的比例有42%。那东欧疫苗注射率低，国家确诊数一直咧增加，连西欧国家疫苗注射率高的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比利时确诊人数嘛咧增加。台湾境外传入和突破性的感染嘛咧增加，像13号境外4例就有2例，14号8例就有4例，15号境外9例就有9例，互人烦恼爱赶紧加紧注第2剂疫苗的速度。指挥中心嘛讲，11月开放蓝码组未跳票，医生嘛提出建议。莫德纳跟那个 BNT 的保护效果，在它的第3期临床试验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一个是95%，一个是94%。我们看它混打了以后，抗体的高度几乎是差不多的。疫苗开始要蓝码组，想要增加第2剂疫苗注射率进前，大家犹原爱较食洗手嘞，挂嘴暗，甲胃着病毒的风险降到上低。